我係 A15導修組曾景雲 U365220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齊聚一堂，參加創科周嘅開幕儀式。今年嘅主題係傑出華人工程師。我十分之榮幸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位舉世矚目嘅華人科技領袖，輝達 NVIDIA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黃仁勳先生嘅奮鬥歷程同埋人生哲學。黃仁勳先生1963年出生於台灣台南，9歲嘅時候隨住屋企人移民到美國，父母為咗教育，將佢送到去寄宿學校。年幼嘅佢喺陌生環境中學習獨立，並且曾經喺餐館裏邊洗過碗、打工為生。呢啲經歷培養咗佢堅毅同埋自律嘅精神。其後佢考入咗俄勒岡州立大學嘅電機工程系，並於史丹福大學取得碩士學位，為日後投身科技界奠定咗基礎。然而創業之路並不順利。1993年，佢同兩位朋友創辦咗 NVIDIA。當時候公司淨得3個人，資金有限。第一款產品失敗，公司曾經一度面臨倒閉。對於初創企業嚟講，這幾乎意味住結束。但係黃仁勳先生冇退縮，而係選擇咗迎難而上。佢哋帶領住團隊，集中於資源開發圖像處理器 GPU， 並且堅持要做就做到最好嘅信念。經過咗無數次嘅試驗，佢哋終於推出咗 GeForce 系列嘅 GPU， 成功改變咗成個電腦遊戲產業，挽救咗公司，亦都奠定咗 NVIDIA 嘅地位。隨住公司嘅發展，佢嘅遠見再次展現。佢敏銳地觀察到人工智能 AI 嘅未來，果斷將資源投入到深度學習同埋人工智能嘅運算。今日 NVIDIA 已經成為咗全球 AI 晶片嘅領導者，其技術廣泛應用於自動駕駛、醫療健康同埋超級電腦。呢啲成就正正係源自於佢不斷地創新、勇於冒險嘅精神。黃仁勳先生嘅成功唔單止嚟自於技術，更加嚟自於佢獨特嘅人生哲學。佢曾經講過：我祝你哋痛苦。呢句說話聽起上嚟冷峻，實質深刻。佢認為痛苦係成長嘅催化劑，唯有喺困難中磨練，先至能夠真正突破自我。佢成日都講：我可能唔係最聰明嗰個，但我比邊個都更加努力。正正係因為呢種執着，令到佢可以喺短時間內掌握咗新嘅知識，帶領住公司一次又一次嘅轉型。同學仔，由黃仁勳先生嘅故事，我哋得到咗重要嘅啟示。背景唔決定命運，選擇同努力先至係關鍵。佢嘅奮鬥歷程提醒住我哋，失敗其實唔可怕，可怕嘅係你唔夠膽開始。你哋將來可能唔會成為工程師，但係只要勇於嘗試，唔好怕失敗，就可以喺自己熱愛嘅領域發光發熱。希望大家可以以黃仁勳先生作為榜樣，喺創科周中敢於探索，勇於創新。多謝大家。